应该是拢足熟的诗，所以毋免真练啦吼，就是咱等下唱的时阵，应该拢感觉足熟，啊会当写唱。啊，因为我特别拢感觉讲，咱吼伫厝里吼，因为唱歌实在是一个真好的代志。啊，毋过咱伫厝里拢感觉唱袂出来，因为歹听呀。我感觉家己唱，我感觉哦够歹听。啊，毋过吼，你若是伫咱聚会的时阵，迄大家做伙唱啊，大家人拢毋管好敢毋好听，拢家己大声唱出来的时阵，咱就会感觉讲，咱拢变足好听的啊吼啊！安尼上帝就足欢喜的吼，咱听咱的大家做伙来大声来吟诗。虽然既然就是足熟的诗歌，咱就大家来，咱练习啥物呢？就是练习咱大声吟出来啊，大声感受歌词的意思啊，大声来唱出来，安尼感觉咱真正是专心在学咯。吼，咱对。袂通出道。第二节。四季传播。危险袂会，来咱第三节。因要保佑。一切受造。敢有拢大声唱吟出来，吼，咱大家大声吟出来。这个诗歌是一个对上帝祈祷的诗歌，吼，就是讲你，吼，用你，吼，第二人称，吼，你有恩惠，各有怜悯，吼，我用心来感谢，用嘴来学咯。啊，咱唱的时阵，就感觉讲，咱是在祈祷对上帝讲话。啊，第二首诗，吼，咱听过今仔日是咱新学生来讲到以后，吼，这首诗歌咱做回应诗。啊，回应诗吼是一个，毋是，这个毋是讲对上帝在祈祷，这个是咱家己的反省。啊，这首诗歌我感觉爱特别甲咱介绍一下，因为我感觉咱若是咧唱的时阵，知影这个背景，你会有无共款的感觉。吼，这个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咱拢足熟的吼。啊，毋过这个作词者哈，作曲跟作词拢是美国，在这个2次大战之前的哈，一次大战之前，就是比较早的一景的人物。这个特别是这个写歌的人，她是一个女生，女诗人，她呢活到94岁，吼，啊，伊是咧对一岁一岁开始就痴迷看无。好，一看无，啊，毋过伊这个他的90几年的生活
看无的这个情况下，青梅人的情况之下，伊的信用就好，啊，伊总共这个90几岁的生命中，他写了8000首词哦，好8000多首哦，他常常就有真侪感动，会当写歌词。你看哦，这个歌词伊讲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因为伊看无，所以伊拢需要有人的手牵伊，吼，就是有人甲伊牵。所以你若是想讲，即个人是一个青梅人，伊看无的时阵，伊真正是感动，就是讲，伊感觉即个信用，就是耶稣的手甲伊扶持，吼，啊，甲伊放伫伊的行程。哦，咱在想讲，即个歌词，伊是安尼的人写出来的。伊讲温柔疼痛的声音，化解我心忧闷。因为伊看无，所以伊听到声音，吼，就伊感觉讲好，即个温柔疼痛的声音，吼啊，会当解心忧愁，阁会当安慰伊，吼，所以伊直感觉讲，伊即个信用是有一个手在扶持。所以咱咧唱的时阵，会当嘛是想讲，若是咱的吼，咱会当感受到即个青梅人伊的信用，伊会感受到上帝对伊的疼痛，啊，伊用手，耶稣的手，安尼在扶持咱，啊，咱唱嘛是用安尼的心情，咱就会当唱起来佫较无共款，啊，毋过也是咱大声吟，歹听嘛不要紧。大声来讲，耶稣的手扶持我。阿该摇椅耍，拢袂互我摇错。在。
即个诗人吼，伊讲，我着讲伊活到94岁，啊，虽然伊伫世间因为看无啊，嘛是真艰苦，啊，毋过伊讲，我着吞忍踮世间，听候黑暗过去，天光就欢喜无限，得主接纳就天。我想这一个真好的见证，真好伊的感受的分享，咱嘛会当伫唱的时阵，受着即个人，即个活到94岁的即个凄美的女诗人，伊做足侪代志，虽然伊是1800几几年到1915年的人，毋过伊迄阵写的诗歌，伊的感受，伊对上帝的信仰。到即马2000多年，会当影响伊一个美国人，纽约的美国人。毋过伊是仍然影响到咱伫台湾的即马的人。咱会着大声甲伊吟出来。咱今日练诗到遮，咱做伙准备先来礼拜。请安静，当先来敬拜上帝。
所以耶稣搁甲因讲：我实实甲恁讲，我就是羊巢的门。囡仔大声我来的是贼，是强盗，但是羊无听因。我就是门，若有对我入迷，要得到救，搁要出入，也要得到草料。贼来，无毋是爱偷、爱刣、爱灭亡。我来是要互因有我，搁有丰盛。三天来吟诗学了上帝，圣诗248首，圣诗248首，请起立。是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本场必纳多林内受苦，因死下死埋葬落阴府。三日对相中搁我天。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佮共同的教会，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叫我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大家用启应文第57篇来启应。我是真的葡萄树，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，结果子的枝，甲伊修剪。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。伊无黏伫葡萄树，家己袂过果子。我是葡萄树，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的，会结真侪果子。人若无甲我结连，袂亲像打气的枝，互人迄出去外面。
恁若甲我结连，我会话伫恁内面。恁若计真侪规矩，真正做我的门徒。同心来祈祷，厝边疼痛阮的天父上，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个主日，阮带着敬畏、感恩甲期待的心到你的面前。感谢你带领阮经过过去一个礼拜，阮搁一摆自入你的圣殿，做伙来听候你的同在，领受你的话语。祝你的慈爱关过天，你的信息直到万代。你的荣耀充满全地，你的道路关过阮的道路，你的意念超过阮所会当明白的。主啊，你是配定一切的颂赞甲敬拜，但是阮却常常袂去见你的疼痛，搁自以为公义，忽略了你的真理甲疼痛，为着追求家己的私欲，却袂去见你的心意甲旨意。主啊，伫即个有悲甲暗茫的节期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会当重新调整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对网络甲需要中会当活得转来转向你，伫黑暗中来找见你的光，伫不安中得你的平安。愿主你会当清洁阮的心，除去阮的不信、冷淡甲固执，阮的心会当换心正定，会当用清洁的心。诚实的人来做伙敬拜你，愿阮会当重新甲你恢复美好的关系。主啊，恳求你会当怜悯台湾这个宝岛，你眷顾这个土地上的每一个人，保护阮免受战争的威胁、天灾的伤害，甲担忧阮所真难去预料的危险。愿你的平安临到每一个城市。百姓中，让互相建立相信、合一、向忙，彼此来拄起纷争，人彼此相疼，嘛，互教会会当伫即个世代成做光甲阳，做工，用听真理甲祈祷，望一个土地。主啊，我也要将教会一切的事工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无论是福音的传扬。儿童、青少年敬拜娱乐，也是探访关怀小组的牧养、宣教的支持，一切拢是为着主你的名。阮会当我靠圣神的大力量，勇敢来向前行。教会的兄弟姊妹同心来甘心来服侍，彼此关怀，合一同行。主你的听中做，真理中同心合意。愿主你会当互阮每一项事工都能结出属灵美好的果子，成做即个社区的祝福，能彰显基督荣耀甲美丽。阮诚心拜咧以上祈祷，是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祈讲。
请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。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记载伫两位，第一位记载伫旧约传道书第1章第2节，第二位是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8章第51节。传道书第1章第2节，传道的讲：富康的富康，富康的富康，全是康。第二位，约翰福音第8章第51节，我实实在在会甲恁讲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袂会死亡。请刘必马神学生讲道，伊的题目是“富康的富康，实在的实在”。圣经网罗了许多不同的作者，而每位作者因为自身的处境所呈现的内容就会有所不同。有宣讲怜悯的部分，也有宣讲审判的部分；有宣讲喜悦的，也有宣讲失落的。可以说，无论是高潮或者是迭起，我们都可以在圣经中阅读到。正如我们的生命一样，它不会是一条平行而铺的直线，毫无波澜。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真的可能是在此时此刻会感到神采奕奕、精神抖擞，但下一秒钟我们却会因为软弱而感到失望跟沮丧。但也别忘了，在此时此刻的我们，有可能是心灰意冷的。但下一秒钟，我们仍然可以持续的相信，我们会找到力量与喜乐，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挑战。而这根基来自于神的话语，以及我们愿意敞开心房去领受它，领受那从天而来的力量与喜乐。所以在今天，我很高兴、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思考神的话语。不知道你今天过得如何？但我愿你因仰望神而感到喜乐。神与你们同在，愿神的话语成为你我之间的力量。阿们。我还记得我刚开始在阅读圣经的时候，有2卷书让我感到特别的注意。第一卷书就是传道书。其实我们在思考上帝，或者是在有一些逻辑的前提之下，我们都会想说，可能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我们可能要有一种力量，有一种喜乐，好像没有容得下失望与沮丧的空间。但是在很多年前，我下定决心要把圣经的话语当作我每日阅读的开始的时候，我读到传道书，真的是让我跌破眼镜。读起来的时候，它就很像一个中年失意的大叔，在说他的人生真的是虚空的虚空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眼睛的展开。另外一卷书，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所以我们从4卷书来去看耶稣的生平嘛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跟约翰。其中约翰的表现手法让我感到也是相当的特别注意跟惊奇，因为约翰把耶稣的生命中呈现不只是行为上面的，他还把内心中的想法、内心中的独白都写了出来。虽然在表现手法上，这2卷书是天差地远，但是我这样仔细想想的时候，其实对身为儿人的普遍经验来说，其实它跟我们的处境是一致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在生活中，我想我们多多少少可能都是有碰壁的时候。我们不会活到30岁、40岁、50岁，我们都感到对生活很满意。所以虽然传道书展现了对人性悲观的程度，但是我们能够在传道书当中，在阅读当中而感到安慰。另外一卷书《约翰福音》，它充满激情，
充满生命力。有时候在看这一卷书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电影在开演。我们的生活其实也就像是在剧中演戏一样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是在演戏给天使看。所以我们在很多人际交往当中啊，或者是在很多张力当中，其实我们就可以很像耶稣那样，有很多内心的独白。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跟敌人或者是法利赛人斗智。我觉得在阅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也让我感到那是一种很真实的临在。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挑2卷书，他们真的是在传达的中心核心思想有相当大的差异。那我们也能够在一起思考这2卷书当中，我们能够一同领受神的话语。一个人的语言呈现一个人的世界。我现在在这边讲道，那换句话来说，我在这边讲话，所以我们可以说讲道就是讲话。那从中文的语境上去理解，道是什么？它可以有很多意涵，它可以是道理，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道路。所以，当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可以不仅仅把它当作是一段文字的记载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本书，透过神的话语启示向我们说话，而这个说话就有道路的意涵。为什么是道路呢？道路就是从你嘴巴延伸出去的一条路径，它会延伸到你所要抵达的目的。所以，神的话语就像一条道路一样，它会有一种自然而然前进的力量，让我们去抵达终点。当我们在阅读这2卷书的时候，对我来讲，我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心，究竟是什么让他们不一样呢？以至于他们口里所说的话，对人生的总结是如此的截然不同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，耶稣说实在的实在。那我们来一起去思考虚空代表什么意思。当我们阅读传道书的时候，他所要传达的重点，会在开头与结尾。就当我们翻开圣经第1章，传道书的第1章，以及传道书的最后1章，你真的是会看到贯穿全尾的虚空的虚空，在刚开始的时候讲，然后在结尾的时候又讲虚空的虚空。所以很显然的，这个就是他核心所要传达的意思，贯穿整卷书卷。那我们就要再问了，虚空是指什么意思呢？虚空有一个字叫做亚伯，亚伯是创世纪的一位人物，他被该隐所杀，所以他的生命就在此终结了。亚伯的其实他的原意有可能就是虚空的意思。这个虚空在这边所指的叫做气息、蒸汽、短暂。所以当我们在看亚伯的生平的时候，其实似乎作者也暗示了亚伯短暂的一生和悲惨的结局，其实跟我们人的处境也蛮相似的。在中文的理解上，虚空是有一点难解释，但是我们可以从虚开始去想，以及空去想。如果虚很难去解释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想实是什么？虚就是你手往前去摸，但是你摸不到东西，因为前面是虚的。那如果是实体的话，就是代表你手往前去摸，
他碰到一个东西而停住了，那就是实体。那空是什么呢？在中文的理解上，好像可以这么讲，就是当我们打开门进去的时候，发现里面空无一物，这是空。但反之，如果我们开门的话，里面充满着一些事物，那我们可以说它是存在的。当然，这可能还是对虚空的理解只是片面的，但我想从这方面，我们可以再慢慢的推到下一步。其实最有可能指的是没有意义，虚空是没有意义。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叫做偶像。偶像对我们来说可能很具体，但是我们换句话来说，偶像就是人心所向往的事情，而这个事情呢，至于上帝之上，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。那我们来思考，为什么所罗门会说出这样的话呢？我们推测这本书是所罗门晚年所写的，他的一生就很像是在过一个云霄飞车，他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之后就很快的跌落了下来。他一生最高光的时刻是在为神建造他的殿，他为自己累积了很多财富，甚至远在他国的示巴女王也前去找他请教智慧。可是，在圣经当中，历代至上11节之后，11章之后，马上的他的生命就垂直的下去了。可以说是一个人在高处的时候，其实最大的试探是跌下来，这让我们有所警惕。我们也可以思考，传道书是在哪里写的？他有可能是在晚年的生活当中，他累积了很多财富，所以他在一个很富丽堂皇、很华丽的宫殿里，但是却令人吊诡的是，在这么有丰富佳美的地方，他却在书卷上写上了虚空的虚空。自从他在生命中的跌落，他生命出现了很多问题，出现了内忧与外患。内忧是他的国已经分裂了，他离弃了上帝，他的儿女们之间相处也不融洽，他们窥视着所罗门王的王位。在外患之上，又有很多外邦仇敌正在窥探所罗门王王朝的软弱时刻，他们筹算着能够在破口中击打他，拿下耶路撒冷。即便如此，所罗门王他在前期的时候也是有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反差的蒙。他在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把雅各书也当作是他的一个记载。他说，雅各书的第8章6节说：“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，待你臂上如戳记，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热恋如阴间之牢固。所发的光是火焰的光，是极其猛烈的火焰。”这是他年轻所写的。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生命中有一个很美好的期待，他对于怀里的女孩也有一种很真切的爱情。可是自从他跌落之后，他对生命的看法完全改观了。他怎么说呢？传道书7章26节，他这样说：“我发现有一种妇人比死还苦毒，她本身是陷阱，她的心是罗网，手是锁链。凡蒙上帝喜爱的人，必能躲开他；有罪的人
却被他缠住了。其实他是在讲他自己的境遇，因为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，他有一个他必须负责任的对象，可是自从他离弃上帝之后，他娶很多婢女，娶很多妻子，导致他对女性的看法已经扭曲了。所以他做出这个总结，他真的在晚年当中认真的思考自己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，为什么会沦到这个地步。所以在书中他也说，要寻求智慧的人，这是他所要说的话。有可能他是要对传求道者说的话，也有可能这是他对自己的儿子所说的话。他期许自己的儿子不要走上自己一样那个一起无药可救、一直往下跌落的状态。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卷书，是约翰福音的。当我们在观看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觉得，哇，好奇怪哦！有人会这样说话吗？我实实在在的跟你说。后来我去了解了一下，我才发现，哦，原来实实在在的意思就是，我阿们阿们的跟你说，在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赞同我们祷告的内容，在后面都会加阿们。只不过，耶稣在跟人传道说话的时候，他的用法是我阿们阿们的跟你说，也就是说，我实在，我很诚然，我很正确的跟你说。就像前面所讲的，阿们它有用于结尾，也有用于开始，但总结起来，就是他们对内容强烈的肯定。其实，就是说，我所说的事，它必定成就，它是一个事实，它不会落空。这可以对应到旧约上帝所说的话，因为至少在2000年以后，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比起前代的人可能再多一些，因为耶稣降生了，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可以把耶稣当作是上帝本身。在旧约当中呢，先知被上帝所启示，他会有一种既定的说法，叫做耶和华如此说。旧约的耶和华如此说，就是新约耶稣所说的，我实实在在的跟你说。它是同一种分量，同一种实质，同一种力量。这是耶稣晚年所写的。当我在看耶稣的生平的时候，我不会把它就是像很多在看很多要分析一个人物纪传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分前中后期嘛。但是对我来讲，耶稣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，就是他的末期。想想看，如果有一个人出现在你眼前，你好，我很高兴认识你，但是我生病了，我3年后就要离开了。那基本上这3年就是他的末年了。所以对于耶稣来说，他一开始就讲他会传道，然后为此而死，钉上十字架，这就是他的晚年所写。他在说今天所读的经文的那个时间前后线呢，他在此之前他行了一个神迹，叫5饼2鱼，他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。然后他就跟他的门徒说：“遵守我的道的，就永远不经历死亡。”然后呢，彼得在后面就宣认耶稣是基督。耶稣就知道他的功已经接近尾声了，所以他上山变相，也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。
我们可以想象，他这段话所讲的地方，肯定不是像所罗门王一样，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所讲的，因为他是被完全贵族所拒绝的人，他常在旷野与沙漠中游走、行走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，他是在旷野当中对那些无依无靠的人所说的话。他也跟所罗门王一样，也有内忧外患。内忧就是他的门徒真的在学习上面的开悟，真的比其他人还要再低一些。我甚至觉得妇女都比他们还要聪明，因为他们顺服并且能明白耶稣的话语。我甚至觉得，像是尼哥底母那些法利赛人，真的是比起门徒，他们更熟悉于钻研这种圣经的道。事实上，当我们看耶稣的对人的赞美，他会说：“这个信心很大的人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。”这句用词从来都没有形容在门徒。这可能是耶稣的内容。外患是什么？外患就是他在跟掌权者去斗，法利赛人去斗。他跟所罗门一样，生命中也在遇见着一些困难、一些挑战。也像传道书所讲的，其实他的话也是贯穿前面与后面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了14次。我们在前面当中能看到，在后面当中也能看到。所以我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两个人会有不同的眼光呢？我自己是去这样想的。在过去、在现在与在未来的眼光下，他们所看的地方都有所不同。过去是回顾后面所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也就是他在回顾他的一生当中，他所讲的遗言。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大的不同。所罗门王总结自己，哇，真的是在一个虚空当中失足了，所以他才会写了那一段话。跟后世的人说，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出来所说的遗言。他跟我们说，生命是实实在在的，它是落地的，而不是落空的。现在是他站在这边目光所及的地方。所罗门王好像就只看到生命受审判。就这样结束了，因为我们可以看传道书最后所写的时候，应当敬畏耶和华，因为上帝会按照我们人所做的，他会去审判他。可耶稣看到的眼光并不是这边，他所看到的是在天上的宴席，我们将有机会在一起重新更新，一起生活。所罗门王跟耶稣所看到的未来，就很像我在这边讲话、讲道，这个道都会延伸出去到一个终点。他们所看到的终点不一样。每一次的第一次对我来说都是相当大的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，特别在松山教会对我来说，这边是一个出道的第一站哈。那我第一次，在这边服侍的对象是主日学，看着他们，我就好像看到从前的自己。有时候生活过得太紧凑与汲汲营营，导致我没有什么时间能够停下来去感受以及回忆过去。
可是总有一些生活的碎片，或者是安静的时刻，会梦回到曾经还是孩童的记忆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越发觉得实在的话语对于一个人的生命实在是太过于重要了。这是我在跟这些小朋友相处当中所一个深刻的体悟。实在的道路对于一个人的所要追求的议题，其实是很迫切的。有些话语看似很有道理，可是它却镶嵌在绝望里。譬如说，我们看传道书所说的话，真的不好反驳，真的很有智慧的话，可是那种话是对此事的无望，以及对上帝失去的信心。但凡我们有一刻我们相信这样的道理，我真的会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人来说是一件很极大的苦楚与重担。但不是这样子的。人生有意义，有方向，有价值。人生不是虚空，也不是走向凋零，然后等待审判。我们的眼光应该在等待审判之后，我们能期待天国的生活，期待在天上享用主的宴席，期待破镜重圆，期待永远和好，期待永远的安息。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挫折、痛苦、难过，不是无意义的，不是虚空，它不是日光之下的劳苦，而是日光之上上帝的掌权。它不是一口气息，而是一个坚固的应许。它不是虚空的虚空，而是实在的实在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你在2000多年以前，实实在在的跟门徒所说的话，如今他的话依然对现在的我们依然有果效。从前先知们仰望你的诞生，如今我们回头反效你的道成肉身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相信你的道，也愿意再一次告白，我们愿意遵守你的道，因为在你里面永远不经历死亡。这是我们的福分，我们所仰望的喜乐。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掀开今仔日的周报来读今仔日经句，请咱做伙来读2遍。我实实甲恁讲，信的人有永活，我是活命的饼。约翰福音2章46到48节。我实实甲恁讲，信的人有永活，我是活命的饼。约翰福音6章70到48节。参加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140首，圣诗140首，请起立。
请坐。请廖穗芬执事、林婉仪执事负责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。报告第2点，教育组定伫12月初7拜日上午11点要开办新的主日学课程，英文甲新闻第4讲，由郭宗林牧师主讲，样的月光，欢迎兄弟也毋参加，准备有简单的参点，请伫1楼公报栏登记到今仔日为止。第3点，马县教会为着建堂预备同样的农产品，也会请伫1楼公报栏登记，去到12月14日为止。遗体关怀，黄幼春姊妹12月16日拜六上午10点半要伫平安园举行安葬礼拜，要前往参加的兄弟，请伫1日上午9点恩友堂坐车来出发。意思请伫今仔日进前伫1楼公报栏登记。奉献部分若有错误，请中节订正。有关聚会甲下周的圣工侍奉者，请家己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幼春姊的迄个安葬礼拜，因决定要伫平安园，所以伫过来即个拜六，要伫平安园，咱若要参加的兄弟。会记哩今仔日伫1楼伫遮去登记。好，咱即是咱来为着世界、为着台湾甲宣教署来祈祷。我伫遮嘛代表幼春节甲公祭节的家族伫遮来
来多谢咱各位兄弟姊妹伫昨，吼，咱来参加个别礼拜，来为着这两个家庭来祈祷，吼，咱嘛继续为着因祈祷，恳求上帝赏赐教业的气力，会当来扶持因。互咱即时来公道，咱为着世界，为着台湾各地宣教师，为着咱的建堂的事工，为着怀孕的姊妹原因，为着带因的集体信实，嘛为着身躯欠满的慧玲姐、燕纯、陈五兄、林水长老、美莲姐、怡礼、明月姐、道明兄、秀慧姐、金魂姐、雨婷、阿卡姐、民主姐、方梅姐、丁友兄、俊成兄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。咱开喙为着遮个事，为着遮个集体来祈祷。主啊，伫抬杠这期，阮恳求你，互阮备办心，会当来迎接你的出世。主，阮恳求你，会当扶持阮，伫即个黑暗的世代，会当带着极大期待甲愿望来听候主耶稣。主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伫即个黑暗的世代，诚做光灯，会当吸引侪侪人，会当来就近你。主，恳求你使用阮伫逐所在。互阮无论伫阮的职场、学校、阮的社区、阮的家庭的内面，拢恳求你使用阮，互阮会当诚做好的见证。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无论阮所做遮的事工，也是阮的建堂的事工，主恳求你拢使用，互无共款的事工会当来起造阮的灵魂，起造阮的性命，也借着阮的事工，吸引搁较侪人来就近你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世界甲台湾来祈祷。阮看见世界真侪的混乱，真侪人为也是天灾在发生。主，恳求你帮助怜悯遮个伫灾难中间生存的人，互因会当勇敢，也借着遮个灾难，引起阮所有全人类阮疼的心，互阮会当彼此帮助，也互阮基督徒，阮也会当用祈祷来替遮个人来祈祷。主，恳求你也使用宣教师伫逐所在会做工，帮助因借着圣神的扶持，互因所做的工会当亲像种子，会当来生长富裕，也帮助遮个宣教师，互因会当伫安全的环境下面，会当来传福音。主，恳求你也看顾阮的遮个肢体，阮要为着怀孕的肢体原因即事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伊第二胎的怀孕过程，也帮助即个家庭会当备办心来迎接第二个囡仔的出世。阮也为着侪侪厝里有细囝的遮个家庭来祈祷，恳求你扶持帮助遮个细囝的家庭，互遮个爸母、阿公阿嬷照顾因的人，拢会当有气力、智慧，会当来陪伴遮个幼儿，会当平安来成长。阮也要为着阮带院的集体信实来祈祷，恳求你也帮助扶持伊，主恳求你来回复伊，互伊会当有好的精神来面对伊的病痛。主，阮也要为着伫厝里疗养的遮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主，阮恳求你来帮助有诶伫接受化疗、备办要接受搁较侪化疗，也是治疗的兄弟，恳求你会当来赏赐教业的气力，互因会当抵挡会调遮个化疗的遮个药物，也会当借着遮个药物，将因体内无好的细胞拢总清除清去。主，阮也恳求你来帮助福建的兄弟姊妹，帮助因借着每一工的福建，互因的身躯每一个所在，拢会当哪来哪顺时。主要侪侪年老身躯有衰弱病痛的兄弟姊妹，也恳求你的扶持照顾，特别伫即个天气变化的冬天，恳求你来帮助遮个兄弟姊妹，互因有教业的气力，也为着遮个厝内的人来祈祷，恳求你赏赐遮个厝内的人会当有加倍的疼甲耐心，互因会当陪伴因厝内的病人。主，阮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主你引带阮、带领阮，互阮会当每一时每一刻会当活出主你所喜爱的反省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即时来吟圣诗，圣诗398首，圣诗398首。吟诗后，请陈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迄要上帝的疼痛，信息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教因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